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30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统计，西部路南的车阵今日下班就会开始。中央气象局表示，中秋4天假期多数拢是好天。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的辩论已经举办，川普总统是一再甲民主党的对手Joe Biden谈话，硬度要相争讲。早起，台南市府大声发布今年双十节烟火花草甲形体3分钟动画影片。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讲，下晡美国的财政部门和咱国的财政部表示要签一份台美基础建设融资甲市场建立合作架构，双方面合作的备忘录 MOU。内容就是计划看是要成立基金，还是投资银行，通好做伙来投入东南亚这寡所在基础建设甲能源发展的事业。两边也设工作小组，进一步去讨论详细。美国财政部所提的这个合作架构，可以使我国的厂商透过基础建设以及能源的市场的国际商机，透过台美间的公司部门的合作，来协助区域内的国家发展能源和基础设施。这个合作架构除了可以深化台美的双边关系，也可以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这是我国新南向政策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相互合作对焦的新模式。这次推动技术交流和资讯分享，并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在印太区域中对基础建设进行投资，并打造新供应链。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展现美台伙伴关系真的就是真朋友、真进展。美国在台协会李英杰处长以"真朋友、真进展"这款话，搁再一摆形容台湾甲美国关系上界新的发展。这站合作备忘录 MOU 确定了后，今年秋天也会举办工作小组会议，两国中间未来会举办研讨会这款活动。这回签备忘录，也是台湾甲美国经济贸易合作进一步的落实。好，最后请。咱赶紧过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对法国来台湾要做工课50几岁的技术人员。咱国病例总人数目前计共是594人。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有新增一位境外移入的个案第514案号那是50多岁法国籍男性那制造业的技师那来台的目的是工作。那他当然有，因为是外国人，所以要登机前3天的阴性报告。那入境到现在都没有症状。9月28日由公司安排自费检验，那今日确诊。那目前住院隔离中，整个他接触者不多，因为他自己的自主健康管理还就是算是蛮合乎我们的要求，所以饭店工作者1人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公车接触者、专车司机共3名，因为都有佩戴口罩，接触的时间也短，那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咱再来关心秋冬天较流行性的感冒，特别愈咬胃。今年检个就要提防武汉肺炎的变化。当下礼拜10月初5起，公费给付的流行性感冒预防车，包含老大人、幼囡仔这的对象，都拢会开始做。若家己要负担费用者，今日就袂少诊所，拢已经有咧甲人服务了。把手捂闭起来，舒一口气，准备做流感疫苗。就要进入秋冬的季节，就惊流感甲新冠肺炎2种病毒的攻击。民众一个知影自费流感疫苗会已经到位啊，透早赶紧去诊所等要做。之前来打，常常就好像没有疫苗啊，刚好有就赶快来打，也怕就是万一感冒的话传染给小朋友。想说提前先准备，就是如果医生一通知，赶快先来打，不然怕后去人潮很多。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按算后礼拜1 10月初5开始做。这届公费流感疫苗采购的量是603万剂，加上地方政府甲各机构委托疾管署买30万剂，拢总有633万剂。若自费的市场有4间抢牌供货量，按算有115万剂，拢总有748万剂。诊所医师表示，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民众防疫意识嘛较悬，9月初都有真侪人伫咧探问，袂少诊所嘛因为安尼加注文一寡疫苗。说今年在外国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延烧，
那每年的10月份过后，再加上流感，这2个病毒都会让大家比较紧张担心。在流感疫苗的预约跟询问度上面都很高，也有很多这个厂商他们说也没办法再继续供货了。医生表示，做流感疫苗了后，保护力至少有半年的时间。虽然新冠肺炎甲流感的症状真相像，不过若是民众会当量早做疫苗，医师就会当及时来判断讲，患者到底是得到流感还是新冠肺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几站意外的不幸，站翻点3号高速公路接1号的中华系统交流道，发生一台按高雄公山驶起来罐仔车，规台拢是在氢气这款气体，可能是去下到公路边的护栏，车身甲车头所脱开去，现场爆炸，规公罐仔座落落去桥底，司机本人也不幸丧失性命。爆炸现场火一直继续，半暝翻点15分左右，一台拄高雄公山载氢气的座车，哪像弄到护栏了后失去控制，全爆炸。爆炸的力头就连1-2公里外，彰化市金马路附近的居民拢惊精神。嘣嘣嘣嘣，爆炸！迄个有迄个气体的声，嗖嗖叫足大声。载氢气的座车拄国道3号195公里的所在，经过中华系统交流道路栏要接国道1号的时阵，准备要驶向国道1号10道的路段时阵发生意外，两个力头真大，造成车头甲车体分开，驾驶甲车后壁的气体槽拄20米的高架10道，直接摔落涂骹，转来引起爆炸。现场的状况为一辆槽车从国道上面翻覆下来，那使用化学车的175泡沫，那立即针对车体进行降温。座车驾驶伫咧车边去互发现，警消现场判断已经死亡，已经甲驾驶遗体搬离开现场高温的警戒区。火伫1点钟以来就互拍花，不过消防人员唔敢放令，继续替现场降温来警戒。化工专家表示，氢气是真危险，而且真高烧起来气体，正常的座车运送过程是安全的，不过弄到的连锁反应是真大。那个气槽就很重，你撞那瞬间的压力一增加，那当然它就爆起来了。那一爆的时候，这个爆就比其他的气体爆得更严重，自己本身会燃，加上燃烧，然后再加上气体的压力的关系，所以它一炸起来就等于相当于那个黄色炸药。这件意外还有爆炸的原因，警消还搁伫咧调查，无排除讲是座车驶出来驾驶路草无熟，要转弯的时阵失去控制，才来造成家己弄车，还有后续的爆炸事故。提醒驾驶要出入交流道，还是回流大型系统弯道的时阵，绝对爱减速。记者综合报道。昨暗8点，嘉义市保健街一栋大楼的9楼也发生瓦斯爆炸，甚至连一台大楼壁边的冷气拢弹到落对街路顶落去。爆炸现场一个40几岁的男性烧着伤真严重，到今还未脱离险境。总是消防人员也无找到汽油，也是瓦斯桶，无敢是用天然气点倒引火，详细原因得搁调查。会当看到火拄头门边烧出来，互人看甲心惊惊。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到现场挂经游水线、分推车来抢救。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首先是先进行抢救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疏散其余的一些民众，包括他直上层的一些10楼、11楼、12楼的民众。那有一部分是疏散到顶楼。连续几啊届起爆真大声，互附近民众惊到要死。再来看一届，迄当阵意外发生时阵的监视器画面，爆炸威力真大，楼顶的冷气甲头门坑全部拢飞出来落来路呢。伫楼骹巷外厝边拢惊到，好佳在无人经过。嘉义保健街一栋主体9楼向发生起爆的意外，迄当阵伫咧厝内40多岁细龄的查甫人，规身躯真侪所在烧烫伤，随后送去病院急救，无情了有性命危险。根据附近厝边的讲法，细龄的查甫人日时都有受袂开的想法。不过消防局甲确认讲，敢是共一个人。9点多的时候就抢救到1名伤患他是意识有清楚，但是有烧伤的一个情形，立即把他带下来送医。他们说早上就有事，只是没有报。那晚上就发生。消防局伫咧暗时9点17分甲火拍花，初步调查现场无找到瓦斯桶还是汽油桶，无排除讲是因为天然气来导火。起爆的原因还佫等待进一步甲瓦斯公司确认了后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昨暗高雄市三民区这一间透天厝啊，熊熊火烧，
火焰对二楼的阳台、甲楼尾顶的铁柱闻出来，甚至佫引对两边的隔壁去，连续倒过7号。经过1点半钟，消防人员才甲火势压点。加在火一个岛，厝主就随脱出来，亲人嘛拢平安，厝边头尾也拢无人员着伤。外面内底半暝仔的火烧甲真旺，互规个行路拢卷起来，火势看起来真严重。因为导火主体是联动的2楼，加起的透天厝，火嘛直接向边仔主体来烧，就惊讲边仔7间主体会断开。看到火势已经无法度控制，消防人员赶紧疏散内底住户，而且紧救水线来拍火。往前面这边烧完之后，没多久它又在控制完之后，可能东西太多，又往那边烧。顶楼都是那个铁皮加盖。那一开始那个起火户他的2楼要上去3楼的楼梯是木的楼梯，等于说是我们把2楼的火灭掉的时候，它延烧上去，木楼梯也已经断掉了。而到暗时10点半，高雄市三民区这栋透天厝2楼的眠床甲物件，唔知因为什么原因熊倒火，好加在厝主即时走出来，无人受伤，甲红掉伫内底。消防人员嘛伫1点半钟了后，甲火拍花。我讲唔对哦，安尼我说落来，变门看去。火都足大，现在哪有信心过中秋节？等来现场调查科人员伫咧导火主体出入入，要来调查导火的原因。若是隔壁栋墙影响的主体2楼，房间内底物件嘛拢互烧甲乌麻麻，就连壁顶嘛拢熏甲乌乌。厝主表示，好佳在规家伙拢平安，毋过明仔载就是中秋，本来是规家伙团圆的日子，即马家己的厝煞变做即款模样，嘛互因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大消息，来讲美国的总统大选头一场的辩论会举办，现任的川普总统和民主党的对手Joe Biden，针对武汉肺炎的控制，佫有种族问题，增加对大法官任命甲国内经济，甚至是川普所纳的税金，这一条一条的话题去。虽然主持人再三提醒，川普总统嘛是一再甲对手谈话，硬度要修正讲。主持人福斯新闻主播克里斯华勒斯针对总统川普提名保守派联邦法官巴瑞特，可能去伤害到防合作奥巴马健保的边界医疗法的问题。Are you willing to tell the American people tonight whether or not you will support either ending the filibuster or packing the court? Whatever position I take on that, that'll become the issue. The issue is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speak. You should go out and vote. You're going to pack the Make court? sure you, in fact, let people know He doesn't want you're a to answer the senator. question. I'm not go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wouldn't you answer that because question? the question You want to put a lot of new Supreme Court justices, radical left. Will you shut up, man? Listen, who is on your list, Joe? 川普纳税的问题，拜登后生罕特的海外事业，拢是攻防的重点。Will you tell us how much you paid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in 2016 and 2017? Millions of dollars. Before I came here, I was a private developer. I was a private business people. Like every other private person, unless they're stupid, they go through the laws, and that's what it is. But Vice President Biden, you want to respond? Yeah, I do want to respond. Look, the tax code that made him, put him in a position that he pays less tax than a school teacher. The mayor of Moscow's wife gave your son $3.5 million. What did he do to deserve it? What did he do with Burisma to deserve $183,000? You've asked a question, let him answer. None of that is true. Oh, really? He didn't Totally, get $3.5 million? Mr. President. Totally discredited. And by the way, you have raised an issue. Let the Vice President answer. He doesn't want to let me answer because he knows I have the truth. 已经的部分，拜登批评川普处理的态度。I mean, I have a mask right here. I put a mask on it, when I think I need it. And by the way, maybe you could inject some bleach in your arm, and that would take care of it. This is the same man. That was said sarcastically, you know that. 伫咧议题方面，拜登批评川普想要分裂族群，弗洛伊德事件动用武力来赶百姓。川普表示，家己安尼做得到真济执法人员的支持，而且嘛讲拜登之无能，因为惊公司去左右支持者，全唔敢来发声。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美国加州的迪士尼游乐园到当中也无再条开放，当然就无收入到半点。但公司已经决议，国内职员一摆要裁员28000人。另外，日本这边包含制造业甲餐饮业，今年到当也已经超过2万人，因为公司停业解散，煞就对咧无头路。美国迪士尼游乐设施当中，各种的翁仔对音乐咧跳舞。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美国迪士尼公司顶一日开放非洲乐园部分的设施，不过加州乐园因为当地疫情一直无法度受到真好的控制，伫加州政府无愿意放令限制之下，一直无法度营业。互迪士尼决定要开除国内职员差不多28000人。
外国媒体报道，这批互裁员的员工，从4月份以来，都一直咧休无薪假，虽然无薪水，也是有享受公司的福利制度。其中有2/3是兼职的员工，公司会替这互裁员的人安排90天就业安置的服务。另外，除了美国，日本为1月底到9月25为止，失业的人数嘛超过6万人，其中敢若是制造业甲餐饮业者，因为公司宣布停止营运，失业的人就超過2万人。大体団体の歓送迎会みたいなのが結構なシェアもありますので、もうほとんどいらっしゃらない。負けたとは言いたくはないけど、事実そうなのかなという。因为餐厅企业倒去，去在回收公司的仓库内底，嘛订真侪各種營業的物件。從3月份開始，回收公司回收的量就停杯，還有真侪是店頭還未使用過的物件。この機械全部引き下げて備品引き下げて、空になった店内を見て、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寂しそうな顔をされ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ね。日本媒体报道，虽然政府提供补助中小企业200万的日票，或者是配合銀行提供相關3000萬無利息融資的方案，不過真濟業者認為講，因為唔知影疫情到當時才會凍點，無願意冒險增加債務，因為安尼決定繼續營業，致使失業的人口嘛繼續在清關。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講香港民間人權陣線這個團體申請10月初要舉辦大遊行，所以警方用傳染症咧團做理由駁回拍倒轉去。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是講會繼續申請甲爭取。另外自昨開始，香港的中學、小學甲幼兒園的學生，攏重新擱再倒轉去學校讀書，唔免繼續看電腦熒幕上課了。香港民眾發起11大遊行，去予警方用防疫做理由駁回，提出上訴，而且表示會當分做4個人一組，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離。嘛，即期講遊泳池甲骹球場等等，攏已經重新啟用，是安怎袂當遊行，嘛閣去互駁回。警方表示，民眾安排無理想，第二路園燈開攏是採用實名制，是為着防疫追蹤。民眾批評警方是透過疫情來壓迫。將可以令到佢滿意啦，實名制去參與遊行，用恐懼去治港，將會係進一步打擊香港人嘅表達嘅自由。當日我哋部署係會有足夠嘅警力，所以警方呼籲市民唔好參與未經批准或者遭到我哋禁止嘅集會。香港警方過去2天甲涉嫌鼓吹遊行的人士抓起來。中國駐香港中聯辦29聲明講，有人發起11非法遊行等等的相關計劃，經過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絕對袂允准擾亂香港的人烏白來。民眾呼籲市民迄天穿烏紗來表態，表達對12個去互靠愛香港人的關心。民眾強調講，無法度估計政府的壓迫到什麼時陣，毋過會繼續來申請遊行，一直到成功為止。這是香港北區的一間國校啊，準備要開始恢復佇咧教室上課，學生必須先經過消毒、磅體溫，為着避免群聚，早會改做收看直播。有學生表示，會當來學校上課是感覺真歡喜。一個小學生表示，因為老師提醒大家愛掛喙罨來學校，伊是早死的喙罨來。另外嘛有學生表示，無介意佇咧線頂上課的感覺，規工攏佇認真無真無爽快，會當甲同學見面是真歡喜。全香港中小學甲幼稚園全面恢復來學校上課，總共上半天，這嘛是佇23香港學校第一階段復課了後，29開始中小學甲幼稚園嘛恢復到學校上課。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講，對台灣去中國發展的藝人歐陽娜娜和張韶涵，攏會佇因國慶的晚會登台，甚至佫表明講中國是祖國。咱行政院的陸委會甲文化部也已經斟酌咧關心這款舉動敢有違法。總是講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是批評民進黨，講不時就找理由咧威脅含因交流甲往來的民眾。今年中國11國慶晚會，台灣藝人歐陽娜娜會去演唱《我的祖國》這條歌，引起討論，嘛去互質疑講會成做統戰的工具。台灣陸委會甲文化部表示，會密切關注敢是有違法。針對這點，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佇30例行的記者會頂懸回應講，會積極支持台灣藝人參加兩岸影視的交流。民進黨當局卡袂到就恐嚇甲中國交流的台灣民眾，敢若會當講要甲安罪名，敢會煩惱無理由咧。因為國民黨立委陳玉珍是認為講，藝人有去表演的自由。他唱什麼《我的祖國》，並不表示他唱這首歌就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的祖國。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麼無限上綱，而且他們去海外的時候，還更應該支持當他們的後盾，展現出我國民主制度的這種驕傲。陳玉珍講，立委會應該想的是，安怎促進兩岸的交流，避免衝突，唔是一直提刀啊恐嚇人民，這唔是民眾想要看到的。
不过，同款嘛是艺人的民进党立委吴天，却有无同款的看法。那么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其实不应该这样做。你本身就是台湾人，台湾人有时候现在最忌讳就是你去为那边去工作，那不是对不对？违背了一些这个伦理。中国的11国庆晚会会伫30暗举行，毋但是欧阳娜娜，甲其他中国甲香港的艺人合唱开场，张韶涵嘛甲中国艺人合唱抗疫宣传歌曲。陆委会表示会密切关注，若是有违反两岸条例相关的规定，会依法查办，相关会当罚50万。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已经到较上尾啊日，咱的邦交国中美洲的贝里斯和尼加拉瓜这两国拢有开声斗争取，联合国唔通摆脱，就要接纳台湾加入。啊，外交部嘛强调讲，无论有公开替咱讲话也无，14国的邦交国实在一律拢有发文，和联合国的秘书长来表明对咱的支持。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上尾一天，台湾3个友邦贝里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小连续发言。贝里斯甲尼加拉瓜拢替台湾发声，呼吁予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尤其是尼加拉瓜是3年来头一届伫总辩论替台湾讲话。Se hace imprescindible, por razón humanitaria, la aplicación del principio de universalidad para que Taiwán pueda participar en los mecanismos y reuniones correspondientes del sistema de Naciones Unidas. And their continued exclusion from the UN and its institutions is contrary to the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 Belize calls for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the UN system. 不过，瓜地马拉外交部长布罗洛发言的时阵是无讲到台湾。外交部表示，瓜地马拉已经有写批予联合国秘书长表达支持。这届14个友邦拢有致函，是全雷达的成绩。嘛有12个友邦伫总辩论的时阵替台湾发声，比去年还佫加一个国家。台湾寻求国际空间，对外援助的表现是外交的重点。国合会发表国际开发援助现场季刊，见证台湾甲别个国家斗相共已经一架子的成果。像在此刻面临武汉肺炎艰难的时刻，我们身处世界各地的技术团同仁，并未因此而懈怠。这样的成绩，除了令国际社会感到振奋，更成为国际间发展援助领域难得的模范。台湾透过对外援助的计划，强化甲袂少国家的关系，尤其台湾伫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下，这嘛是台湾推动外交政策重要的工具之一。希望透过季刊创刊，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对外援助的这片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连续来关心几站立法院上届新的消息，立法院这会期要成立修宪委员会，牵涉到的议题包含18岁就通有公民权利，甲废除考试监察院长上计共16案。参加委员会立委有39人，是国党照比例指派。民进党来正常国家促进会这个系统的立委，提案宪法要修正，要甲宪法内底国家统一这种字幕设法搁提掉。立法院伫咧前几天经过调解协商，同意成立修宪委员会。根据了解，目前已经送到立法院的修宪草案，议题包括18岁公民权、考监2级改制、政府体制改革、基本国籍修改、加列入人权清单，总共16案。务实修宪，正常国家。民进党正国会系统立委30次搁再提出宪法征修条文修正草案，议题锁定迈向正常化国家，所以提案修正宪法前言内面的为应验国家统一前的需要，改做为应验国家发展之需要。也有第4条，中华民国领土依照以固有疆域，改做中华民国领土范围为宪法效力所及的地区。过去的统一就只有在国统纲领里面才会出现，国统纲领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对外界质疑这个草案是要变更领土，但林辉强调，草案内容符合宪主席的状况，其他修正内容包括实质废省，以台湾名义进行涉外事务，在社会领域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等等。民进党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的第13周年，刚好是今天。修宪委员会39人名单依照政党比例推派。民进党团已经确定，包括党团书记长曾水雄在内22人名单。要若是国民党团的名单，30也正式确定送出。最后一个名额是国民党原住民立委陈天才，
党主席江启臣确定是未参加。这里要站在原民的角度来检视所有的这个法条修正，都不会影响到原民的权益啊。所以我们觉得有一位原民的代表在里面是很重要的。根据立法院昨年的市场方案，那是修宪法决未搭配2022年的高学级大选进行。立法院上班就要伫咧2022年的3月29决议通过修宪案。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去到立法院报告业务。国民党的蒋万安立委是直讲，过去咧开放牛肉，拢有派人去美国看肉品工厂，这回哪会遮敢讲？总是陈部长嘛讲，当咧协调，尽量望会当去探看。行政院一年当拢无开到食品安全汇报，陈部长也表示，因为传染症的缘故，确实拢有另外设法伫咧会议。所以不需要借这样的机会见缝插针，然后剥夺招委的权利。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回呛讲，是因为立法院卫权委员会还未开议，大卡拿到立委，就因为两个专家出席感受符合庭书伫遐完未煞。因为安尼，正做调委的蒋万安直接宣布开始进行询答。因若蒋万安上台就质疑讲，过去政府开放美国有带骨的牛肉，拢会先去美国查抢，现在这届还未查抢，就赶要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那你还要定1月1号开放吗？有这么急迫吗？协调之中嘛。好，谢谢部长。所以为了要让民众安心，行政院宣布，台湾中小学的营养午餐全面使用国产的猪肉，而且为明年110年开始使用3种1Q 国产食材的人，每一个人一顿奖励费用会为3块半提悬到6块，预算加价补助8亿，经费嘛为原本的12亿增加到20亿。不过，有团产业者表示，招标的契约早就已经签好啊。反倒国产的猪肉介绍会去用碰价加权，若是成本提悬，恐惊会志在袂调。到营养午餐其实价格普遍都偏低，尤其中南部的价格其实都偏低，所以其实价格的波动如果太大，其实业者是无法去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也若外界批评讲，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明年就要开放进口。行政院的食安汇报已经有1年无调开。针对这点，陈时中解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用别种方式来调开。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的会议都尽量都是在小的团体里面，或者是用其他的形式来开。也若农委会嘛强调讲，会稳定国产猪肉的介绍，嘛呼吁民众尽量买国产的猪肉，支持本土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国国民党有委托政治大学保管124项台湾省党部的资料，但当日去予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派人查封。这条代早起也有国民党立委直接对嘴质询委员会杨翠主委，总是杨主委也点名讲，迄是国民党家己暗看，无通报有这批资料。那查封是合法，照庭事件。促转会顶日进入政大校园封存国民党托管的124项台湾省的党部资料，去予国民党批评讲是行为权。针对这件代志，立法院司委会30邀请促转会来进行业务报告甲比询。那立委是上尊促转会主委杨翠，即个讲促转会用粗残的手段危害政大学术自由。杨翠嘛回击讲，国民党暗看无通报这项资料，8月份嘛发函两届予国民党，也毋过宣布回应。是不是不尊重学术的自由？并不是。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有政治档案的可能，所以我们认为要进行审定。政大后来有提供目录了，今年7月之后，你们觉得？我们就认为应该要进行审定。杨翠强调讲，封存的过程符合定数，若是台湾省的党部资料，包括228事件、叛乱案件，后续会进行审定作业。若是审定做政治档案，除了依归档案局，嘛向全面来公开相关资料。另外，促转会嘛要向司法院调用维权统治时期9份大法官解说甲相关档案。毋过司法院无愿意公布大法官的名，嘛向质疑讲无够透明化。在今年9月，司法院已经主动认定，这个9份这个解释的档案呢是政治档案，并且已经主动的就是提交给档案局了。那预计应该会在11月左右进行移交。面对立委质疑档案是安怎袂当直接公开，杨翠表示，司法院因为大法官审理案件是用细节来做理由，认为讲无适合公布。毋过政治档案条例伫咧法律位阶是比实行细节更较悬，后续会继续来沟通。若是促转会已经延长1年的任期，敢是讲未来正做详细的结果。杨翠今仔表示讲，即摆这个阶段无讨论延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各地方的消息。昨日暗，云林县的检察官、警方甲移民署的人员做伙伫咧东势乡查出一大案件啊。现场掠着13个假仔来关讲，实在是来趁烟花钱迄个泰国甲越南的查某囡仔，啊，阁有16个咱本国的女性嘛在内。他嘛当咧靠大侦查这件人幕后，敢嘛有不法的集团咧控制。真侪警察伫咧28暗时来云林东势乡一个查某间这片封街查缉，总共掠到29位若像伫做性交易行业的女性，8个伫咧现场消费的民众，啊，阁有4个涉嫌安排外籍女子来台湾做性交易的嫌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色情呢，它存在一定的时间了，然后经过我们的严密搜证，然后一举要把它全部把它移送法办。云林地检署表示，最近小连续接到民众反映讲，伫咧东势乡一个查某间有真侪外籍女子出入。经过检警甲移民署所组成的专案小组来监控，28暗时出动120个警力来查缉。经过调查，其中13个外籍女子是去年2月份以来台湾观光名义入境的。外籍人士的部分啊，主要有越南籍以及泰籍的外籍人士啊，均是在那个防疫之前啊。持观光签证啊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等行为啊，那逾期拘留啊，那现在由移民署在安置中。云林地检署表示，经过证实，这4个主嫌，那就是以卖观光护照，啊，佮提供大甲食的方式来向外籍女子做性交易的工课，也是讲扣押外籍女子的护照等等的方式来控制。已经涉嫌违反人口贩运防制法，啊，佮有刑法妨害风化等等的罪嫌，目前已经深入调查，幕后感受不法的集团来控制。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台北市社岛在地赞成甲反对开发的民众，是伫咧市府环境影响评估审查会议的现场产生口角。支持规片范围区段征收的代表，讲已经连署6000人赞成快速加紧开发社岛。不过，也另外一款主张的民众也表示，因这边也有4000人徛名，照拢反对开发。昼夜看帮油布条画口号，因过两边人意见无合，互相伫咧呛声。现场两边伫咧弯，警方出动大火能量来维持秩序。台北市政府伫咧30日起开社岛理解环评审查，支持甲反对人拢来市府关心环评的进度。有90%成功比例，所以多数人都支持开发。7段征收是有一个部分是要照顾弱势的，就是有房没地的1000户的。我们这边还有很多需要没房没地的人需要安置。支持扩大征收的社岛居民快乐促进会讲，已经争取超过6000位居民人数，查估作业也完成9成，希望各界手势也较悬咧。互已经经营50年的社岛，会当有改变的机会。反对扩大征收的社岛足球会也讲，已经有超过4000份人数反对扩大征收，而且检测机纠正伫咧加工作业时阵有问题，不过市府也是无定做。我们有高达42%的人反对区段征收，仅只有3.66%的居民是赞成开发的。监察院已经纠正了台北市政府的家户访查的瑕疵，然而台北市政府却没有要重做的意思。9.65公尺的这个高保护设施的空间呢，需要的土地有58公顷。好，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它取得的费用非常的高，中高度土壤异化的一个地区，那未来当然是需要透过地质改良来解决这个问题。都发局代表讲，社岛采用全区扩大征收的开发，除了提到保护高保护体属的58公顷土地以外，也个人改善道路、公园、公线部分地质的土壤异化等项目。各方的代表伫咧环评审查时阵，拢发表意见。不过，这个案件争议已经真久，涉及层面也真宽，涉及伫咧当地差不多11000名的居民，要安怎大家有共识？相关单位要安怎如何处理？也怪大家加用心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讲，中秋休假已经到，民众出门行搭，第一关心就是天气甲交通。中央气象局指出，照看4天的假期，多数的县市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南部甲北部寒热有情差，日时甲暝时温度也差真侪。还有就是中秋暝各地方要看到月娘出来探头，机会是拢真有。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北部、东部甲中部山区依然无定时拢会出现低降雨。不过中秋连续假期自拜四要开始，北部水气变少，雨会较细。拜五到拜六，东北风减弱，全台湾温度拢会回升，日时温度会到33度以上。不过到后礼拜的上半日，如果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变凉。到了连假之后，其实天气上就蛮稳定的哦。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还有南部地区午后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另外是东半部地区，因为是迎风面的关系，虽然说大致上是多云时晴，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态。气象局讲，伫10月初1中秋节这天，会有一波大空气落来，各地云会慢慢变少，云变少了，北部、中部甲离岛看到月娘的机会会变悬。伫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也让对云旁看到月娘。伊若是南部地区，到暗时云慢慢散开了，赶快让看到月娘。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因为还是属于迎风面，我们预期还是会有一些低云存在了。那另外是在南部地区跟及在各地山区，因为下午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云量的话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散开，但是散开了之后看到月亮机会也是蛮高。气象局提醒讲，伫连续假期温度慢慢回升，不过早暗一个南北的温差较大。若是较早出门、较晚转去，或者是落南就北的民众，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另外，伫后礼拜会受到东北风的影响的北部甲东半部，温度又会降几落度。因若是中南部是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假期对交通的影响，按算今日的报道会开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估计讲，西部头一阵落南的车阵，较等下下班了后就看会到。若往东部的5号高速公路，按算是过道车速，就渐渐无通驶紧了。中秋连假就要开始，早起国道5号路南滨南路段车速已经降到50公里左右，是感觉式的路况。高公局特别针对国道5号路南的路段来示警。拜三早起车真济，一直到半暝；拜四半暝车会坐到2点，也就是讲上歹运有机会连续塞车17点钟。连假头一天买拄早起5点外，车真济一直到下晡6点。连假第2天路南买拄早起6点，塞到尾暗嘛。在假期间，可能还是多呼吁假期的前2天是以南下车潮为主，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避开上午的尖峰。那北返的用路人可以多利用假期的后2天的上午时段出发，来避开下午的尖峰。尤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免收费的一个措施有延长到上午的10时。若是西部国道，预计伫礼拜三下晡4点左右，提早出去佚佗甲下班的车会做回来出现。北中南3大都会区拢会塞车，不过连续假期全国道的上大量也是会伫礼拜四假期的头一天。高公局会拄早起6点提早实施南向高升载管制，不过预计较高塞车的所在也是会塞车。在明天开始，整个国道的部分都是以南向为主，包括像是在国一上午的一个路况，大概从5点后就会呈现拥塞，大概在新竹还有台中路段都会呈现拥塞。那国3的部分则是在桃园路段以及南投风景区的路段会呈现比较拥塞。那国5的部分大概从4点以后就会呈现拥塞，大概在南港系统一直到坪林的南下路段。因应连续假期回乡的需求，高铁宣布拜三中昼到暗时会加开2班路南的专自由座列车，询问还未买票的旅客。因为假期的人真多，高铁嘛呼吁民众伫咧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一定爱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的警方目前嘛伫苏澳探花莲的山区改善道路，即只苏花改运用人汽车车牌电脑系统，通好即时掌握车卡有踏到的范围，随时派人员去指挥消偷车阵。另外，苏花改也有一寡路段会落去实施大客车优先的车道，驾驶人也请着爱注意。因为今日中秋连假苏花改的大塞车，正在要去花东的民众提早出发。第30早起，有一寡路段车已经开始变多，尤其是路南的方向，车平均的时速是50-60公里。第一次开，以往看报道都很塞啊，所以就提前出发。提前出发，那可以一路顺畅，让我们的行程更顺利。
花莲警方估计自10月7日连假开始，车流量会超过7万台。若是靠公路总局的监测系统1点钟才更新一遍，恐惊无法度掌握实际状况，所以警方要利用车牌辨识系统监控，15分钟更新一遍。在这个区间里面，如果说瞬间超过200辆以上的车流那我们这个系统平均15分钟及时细胞简讯给所有我们的警察同仁，让我们在各种的交通勤务的规划上超前部署。这边中秋连假，公路总局也开放苏花街部分路段实施大客车优先度。路南伫咧苏澳入口的所在，上北伫铁路高大桥到总德段，市区加派警力维持交通。东大门夜市附近的空场也开放停车。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早起，台南市政府发布今年双十节烟火的花草甲形体，用3分钟的动画影片，要请人客行脚到。按委托市长也强调讲，交通问题因有考虑甲安排，行人散步的地区有增加，交通管制的范围也有加优较宽。市府已经准备集装，要迎接国家这个重要的日子。美丽的烟火特效配合好听的音乐效果，要3分钟的国剧动画模拟，伫咧37天正式公布。2020年的国庆烟火就伫咧台南安平渔光岛来举办，现场已经到维里亚，市府当地做准备工作。这是台南头一摆举办国庆烟火，顶礼拜六提早起放，已经成10万人抢咧看，毋过嘛出现问题，包括交通塞架，还有停车等等。民众是真期待，毋过嘛真烦恼。所以很期待这次的烟火嘛。对，会到时候会到那个什么码头那边那个视线不错。只是那个时候释放就那么多人了，10月10号那天应该对这里应该会爆掉，会担心交通的一个部分。对，交通应该会塞爆这样。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经过试办的时阵的压力测试，嘛找到问题所在，包括交通塞车的部分、增加行人区、接送车等等，嘛相信当家的国庆活动会当做甲上好。当然，我们是做一个压力测试。那来了这1万多人但是有造成交通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有交通事故。10月10号国庆烟火正式的时候，我们的管制区域有拉大，因此行人徒步区比较多，大家要进入烟火会场，除了把车停在外围之外，搭乘接驳车，我们就觉得就比较相对的方便，交通流量也不会那么拥塞。市府强调讲，即届规划4个景点，包括主舞台恋爱广场、副舞台台湾尊园区等等的景点，预计国庆当天的暗时8点，连续30分钟，17000发的烟火秀，而且嘛提醒民众，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嘛一定爱挂喙暗，要让全国的民众用一个欢喜的心，做伙来迎接国家的庆典。记者综合报道。来讲1年1摆台湾同性恋运动重要的日子，冬至大游行，今年是按算伫10月31。因为还未开放观光客入境，台北市府也有针对国内的民众设计出彩虹观光巴士旅行这款活动，专车会经过真侪冬至运动重要的场所，通互坐车的人客更较了解同性相以外的人士争取权益的过程中点点滴滴。位在台北市政府大厅的涂骹面，现时采有绿色的彩轻图，代表是走向幸福的道路。这是除了西门町人行区以外，台北市第2个彩轻地景。计划要伫10月31日开办的冬至大游行，就是要按这出发。今年我们可以去试试看，把这些台北市同志的不管是店家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历史文化，让大家能够去参加。这些素材其实是你可以拿去给国外，之后当观光开放的时候，也会来感受一下。酷界公司的执行长苏珊认为，因为疫情，即马国际观光客未使来台湾，但是台北市友善冬至的作为需要搁再扩大，因为彩庆经济市场边仔是白当看轻。观光团保局自10月开始，每礼拜6、礼拜新推出的观光巴士就要去行，规路会经过正策店、228公园等重要地点，而且邀请网络名人来导览介绍。那个其实是未满18岁没有办法进去的地方，但这次可能会借由导览，我们能够去探索到底同志的三温暖。因为我们的粉丝很多年轻族群，那这些年轻族群，说实话，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所谓在228公园过去的那种实体那个年代如何去交友。
疫情咧拖，台湾民众当然也是踏袂出国界。冬季游行的主办单位按算，也是可能有10万人要来参加。长江要专程直播放送，要甲台湾有线冬季的影像传互全世界拢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东县卑南乡李吉村，只有一大范围3000多万平方公尺的风景地区，这是地球下底岩石烧钱烧客，才vận起来到海平面顶头，就是地理学所研究的沃地这款地形，咱国内保存了上界完整的场所。早起台东县政府也把这片范围指定做李吉沃地地质公园，通好推动游览。为卑南乡富源山顶看落，李吉沃地长久以来去予风雨扣甲规个光噜噜，规片山区草啊甲树啊拢发袂出来，亲像是月球的世界。搁去用合作台东月世界，并且有3000多万平方公尺。过去虽然用合作沃地地质公园，不过并无受到法定的保护。经过李吉村的争取，台东县政府任命册追踪10年，30通过文资法的审议，正式公告指定这个所在合作李吉沃地地质公园。透过文资法的这一个程序把我们整个立体这个地方划设成为地质公园，那也是台东的第1座，那也是全台湾的第4座。全世界有袂少国家拢有类似的沃地，高雄产寮嘛有月世界沃地，不过李吉沃地甲地球顶悬其他的沃地上大的无共，是受到欧亚大陆板块甲菲律宾板块互相施压压悬的。这嘛是见证台湾岛的历史，而且还佫持续发生地壳变动的特殊地形。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可以来证明整个台湾岛从1000万年前开始形成以来，持续到现在一直在进行的这样的作用所留下来的也这样的一个证据。第一次来到这边了，很特别。县府表示，伫咧台湾国民旅游的风潮之下，会持续更新李吉沃地地质公园的设施，而且加强导览甲解说，希望会当带动当地观光甲农特产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观光、说教育来讲，早起高雄市行人国中、高雄科技大学、甲日月光电子公司3方面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要由高雄科技大学的教授出面教课，企业这边提供资金支持，通互行人国中的学生经过实际作业，提早来经验技术教育的课程。学生围伫木工桌边一边听老师解说，一边举手头的木片。行人高中对民国104年开始规划初阶技职课程，今年更加升级，找来高雄科技大学开金属加工课程，予学生会当选择每礼拜2节课，10人的小班制课程，予学生提早接触技职教育。学有经过孩子有兴趣的，能够以他们学校经过科当做第一志志来报考，然后训练他们将来有成为选手。我讲的选手是国手的机会，然后再往高科大保送，就是他未来的生涯进入里面能够串起一条龙的一个衔接的升学进路。我觉得它是对高中有一些帮助啊，因为如果以后高中假如也有这一种社团的话，我是会对这些比较熟悉。高雄市的国中、国小一直拢有甲中广、台糖等国营事业做参访等合作。不过像安尼由大学来出老师，企业出钱来规划正式的课程，这是第一摆。高雄市教育局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加侪学校甲企业参与。未来有好几个科学园区开始慢慢会蓬勃发展，那这些科学园区它有比较标的性的产业，或许我们来跟产业谈一下合作，是不是也能够像这样子的模式，在它就近区域，从国中的学生开始培养，衔接技职跟大专院校，未来就是进到职场。高雄科技大学嘛表示，希望透过大学甲国中的合作，实现教育部执行试探教育的理念，让学生会当对国中就对职业甲技术有熟悉，加强未来职业的探索甲发展。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话来讲南投德山出德德甲去伫遮嘛真时行。来看地方秀林国校的学生就趁教师节，专工举办一场用德甲去演奏音乐会，来感谢老师辛苦付出的用心。上路轻快，节奏活泼，音乐声听入耳，压力小偷袂少，人做一个轻松起来。南投县德山镇秀林国小的学生囡仔用德甲做的种种乐器来演奏，感谢老师伫平常时对因的照顾甲听堂。老师就没有很凶，都很好。然后就是老师很辛苦，要祝他教师节快乐。平时我从读国小的时候，老师就特别关心我们，注意我们的学习状况，然后课业的问题。有时候老师骂我，我觉得老师好坏，但是我又想改。
老师是为我们好，老师骂我也是好的。然后希望老师可以平安。南投特产竹仔上出名，不过因为时代的演变、环境的变迁，制作产品的原料竹仔渐渐被塑胶这个材质代替，竹仔工艺也愈来愈衰弱。树林高小为了传承文化，配合地方的政策，推动课程，甲学生用竹仔做乐器，甲亲手做的乐器摕来演奏。今年的教师节，这学生就专工办音乐会，用家己做的竹乐器来演奏歌曲，感谢老师的辛苦。每一次听他们音乐都是一种享受啊！那刚好又在这种教师节的情况下听到，当然更有感触。学生利用平常所学，以实际行动表达心意。心意感谢老师的付出，也大大加深和老师的感情。在教师节迄天，学校的老师收到学生这么用心准备的礼物，有影拢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有环保团体对去年开始就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一场一场用台语演讲。近来就是石虎妈妈陈美婷女士来讲解石虎的保育问题，讲起来用台湾话来说明个人的专业，这确实是真要紧。有石虎妈妈称呼的陈美婷，头摆用台语和大家讨论石虎保育的问题。我即摆嘛解题文吼，第一张相片吼，翕到长尾狗啊。刚才长尾狗啊，6番。长期关注台湾环境问题的万野新竹生态协会，自去年开始举办台语讲座，伫找老师的过程，发觉少年辈除了生活台语，对真侪专有领域的台语使用比较较生分。这个讲堂的老师，台语讲堂的老师一定是年岁吼，可能较中年以上。因为我有发觉，咱的少年辈应该是真困难。你来讲日常生活，你要叫伊讲台语，一定真困难。何况你要叫伊伫讲堂里讲课。因为较少人办台语的专业课程，来参加的民众嘛有袂少趣味的反应。这种台语的专业课较少啊，所以讲较会吸引无特定的群众来听。较趣味的，就是有拄到一个学理生讲，啊，恁啥无爱探井，就是讲家掠来探生探井，啊，这是一个足复杂的生态的问题。其实只要愿意开始思考环境改变，就有希望。尤其文化和语言，也拢算是环境的一部分。但是，阮对环境的想法是足快的，就是讲，毋是干那自然的环境，其实对文化的环境，阮嘛人感觉迄是环境的一部分。譬如讲，阮头一个是讲本土游园就有拄到的问题，阮毋是干那是希望讲生物的当做多样性，啊，阮嘛希望讲游园嘛会当有多样性。环境议题包山包海，协会毋望透过讲座举办，互民众重视伫生活中当日发生的事件，有讨论、有关心，才有可能有改变的力量。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我来看公园1923年所建设的新德州图书馆，这片古早建筑停止开放已经真久。近来配合2020台湾设计展，会对10月开始搁开放半冬。今年设计展的主题是活托，现场甚至也有展览出图书馆册库的造作，望民众做伙来体会活托迄款感动。新德州图书馆当初是为了要纪念在1923年迄个时阵日本调和天皇来台访问时阵所起，经过第2届大战了后，改作为新德市图书馆。在封闭36年了后，经过修复，今年第1届重新对外开放，让民众会使了解当年的历史。这个图书馆是全台湾年纪最大的、最老的图书馆，能够保存至今啊。那么重新修复，然后用最科技的方式、最新的方式重新新的未来的阅读这个对我们古迹的活化那么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这届图书馆嘛，随着台湾设计展览，邀请着各类艺术家以及团队参与，用艺术彰显图书馆当年的盛况。很壮观，因为它的楼底很高，整个空间氛围都是他设计，然后我觉得这样是蛮创新的体验。其实还蛮兴奋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么有意义的地方里面，然后尤其它又是书，又回到了这个图书馆。那本身这个系列就可阅读雕塑嘛，虽然它不能被翻阅，但是它还是回到书本身这件事情上面。图书馆顶头有一个16万菊花的图样，是代表日本皇室的象征，在目前台湾建筑当中真罕看。
如今重新开放到明年3月，想要来参观的民众爱把机会。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休困日已经到，天气的变化，咱来做伙斟酌来关心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2度到2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7度；金马、澎湖23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奇怪，那你这么胖啊？是有人在煮食的哦。咱进来灶卡看卖，是煞介绍今仔日的主题灶卡。灶卡汉字写做灶卡，罗马字写做子后灶。科阿卡灶第3条，卡第1条。欢迎大家来到阮家的灶卡。虽然我袂晓煮食，不过人讲无食过猪肉，嘛看过猪行路。看阿母吼煮遐尼济档啊，我婆婆啊嘛知影爱安怎煮，才煮会出好滋味哦。亲像这尾鱼啊。咱来先放伫点顶悬，摕菜刀甲鱼人烤烤哩，再个用平鼎煎。可惜吼，即马厝内无大人，所以我袂当开火。啊无，等下火烧厝，代志就大条啊。今朝我普通时爱的点心就是肉包，肉包若要好食，就要用人参吹过，才会香。人讲食鱼食肉，也着菜甲。今朝我上爱食的菜就是菱仁，也就是红菜头。若无时间煮，我拢用当鼎下滚水，3一时啊就好啊。再来要甲大家点一项法宝，就是电锅。不管你是要煮饭、炊卵、控汤、有鱼、煮食加真利便。传统的灶卡有真侪厉害的技师，亲像养汤的时，咱会用后虾；好料的时，咱就会用饭粒。后虾甲饭粒定定会做伙用，后虾中无空，饭粒中全空，生做无啥相像，功能嘛无共。俗语讲，一个讲后虾，一个讲饭粒，意思就是两个人，一个讲东，一个讲西，讲的拢无关系。溜、灶卡、点、平鼎、人参、当鼎、电锅、后虾、饭粒。一个讲后虾，一个讲饭粒。讲到我巴肚拢枵啊！等下来去灶卡，看有啥物通食。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